咱个来看菲律宾东边外海有可能会有今年头一号的风台来形成。气象署是表示讲爱去观察，民间的气象公司是指出讲真有可能，也毋过因为佫真远哦，爱去变看。这几天因为黄sơn號方面佫停伫咱台湾，所以到拜五台湾各地天气是拢无介稳定。因为梅雨方面挖过来，和宜兰甲新北市雨正明显。宜兰县头城测站27点钟久内累积嘅降雨量超过95毫米。新北市嘅双溪也捌落大雨，累积雨量到80毫米左右。气象署提醒讲，地流方面将会一直影响到这个拜五、拜二到拜三，西半部也个东半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嘅机会，东部也个东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。拜四、拜五是每一个所在拢有阵雨。明天跟今天一样，西半部地区、东北部地区、澎湖、金门、马祖容易出现局部性的大雨。星期四、星期五2天，在台湾附近的锋面结构就要稍微减弱一些，可是依旧不稳定。气象组提醒讲，雷雨包挖过来时阵会随时发特报，民众要注意在严时强降雨。拜六开始，这波梅雨方面向北边煞离开。但是后礼拜日，如果另外一波方面会影响台湾，梅雨规个天气无稳定，落雨时阵可能还佫会弹雷公，雨正大，风正透。另外，伫咧菲律宾东方的外海这个扰动继续伫咧发展，有可能将做今年第1号风台。周末到下周的前半这段时间，可能会有看到今年的第一个台风的这个机会哦，但是应该是不至于去影响到台湾的天气。气象专家林德军也分析，扰动将做风台机会正大，估计伫27、28前后，中心伫台湾上晚，一若所来有过夜路线，将会以抛物线方式影响日本的东方海面，机会上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